欢迎回到福气来了，防养属看今日福气来我还早位。你刚刚看到的样片里边啊，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那个特别的感受，也许来自心里，也许来自你的记忆里。今日来两位特别来宾，当真正当特别啦，因为客家人，不过佢厉害可能冇办法讲客家话，因为是法国的朋友，法国来的朋友他的国语讲得很好。我们来欢迎今天两位福气大来宾，防养原剧团的导演林正宗。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林正宗，我目前是原剧团的导演，很开心来上福气来了，跟各位客家的伙伴啊，或者是台湾的观众，可以分享我们的演出的作品。你看，一看出底下港影的面，一看就知道是客家人的样子，讲话也是。另外一位就不得了了，我好像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国外的朋友哈，法国来的朋友，我们欢迎另外一个导演陈新乐，陈导演。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你好，我叫陈新乐，我是法国人，我的法国名字就是 Valentin Richard， 很简单念啊。然后我是当代马戏的艺术家，从很小学到那边欧洲的文化，我们是对有马戏已经有一个改变。然后我是跟郑宗在台湾一起合作原剧团的创作表演。欢迎，欢迎两位，这两位真的很可爱，因为就是好朋友的感觉之外，然后有，我觉得有能力、有兴趣做同一件事情是很幸福的，幸福，幸福就是福是那个福气来了，幸福。突然不会讲法语解释，就是很幸福的感觉。然后好了，我们先讲一下刚才一开始我们看的影片，好吧？这影片什么时候的演出？这是今年的12月10号跟11号在台北的首演的作品。是。那下个这个明天24号，12月24是在我的故乡，就是苗栗县的通霄镇，我们回去通霄镇那边的，就是12月24的礼拜六晚上7点，对，在通霄演艺厅的演出。这个演出的作品叫做《如果你还在》。好，假使讲你还在，一听到一看你也他作品哈，这个作品很特别。这个作品就是明天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对不对？这个作品筹备，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彩排吗？还是排练？是排练，是排练的。大概是多久以前？大概是今年的5月份。5月份刚演出完，在哪里呢？就在台北的皇冠小剧场，算是一个排练场，我们做一个小的呈现。那时候刚发展大概20分钟而已。那现在已经发展到整个作品完整的作品是70分钟。70分钟。对。新乐，这个你再看到刚刚我们看到影片呈现出来半年前的演出，你刚看到这个演出，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觉是。我觉得郑宗很辛苦，因为他是不会什么放弃怎么讲？不会放弃，不会放弃。我们是已经2年前有开始筹划发展这个作品，我们一开始是一起做了，一起创作，因为也在做另外的作品。是。所以我是现在看他的苗栗的很就是这个作品慢慢的形成，成型了，很成熟了。对。然后我觉得再加上，因为新乐他又是从法国来的，然后要加入一些可能你自己的想法，然后共同的创作，我觉得那个能量、那个 power 是很大的。所以现在看到自己做，那个正宗呢，你再看到这个排练半年前的排练，现在看起来怎么样？就是我们也会透过一个媒材，就是我是用竹子的媒材嘛，然后我们用竹子的媒材去慢慢的玩，然后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是我们以前都没有玩过，但我们在这过程中玩出很多新的元素。所谓的比较是杂耍，杂耍开发一个新的杂耍的元素，那这元素是很台湾的，对。而且我比较好奇的，我也很想问两位，就是像我印象中的马戏杂耍，就是小时候的马戏团，就是空中飞人，对，然后单骑脚踏车那种感觉。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我们加入了一些我们可能在印象中没有的元素，像刚刚正宗说的有竹子啊，对不对？还有一些球啊，还有比较不同的感觉。你要不要帮我们解释一下马戏？当代马戏跟马戏团这个
差别在哪里？哦在我们印象中，好啊好啊。传统的马戏跟当代马戏也有新马戏，你介绍一下。传统的马戏刚刚主持人有讲了，就是那些比较高技巧的空中飞人、翻跟斗、软骨功、丢球丢8颗9颗，对，或者是射飞刀、对射飞镖、跳火圈，这些大陆的马戏跟大陆是它的音念是俄罗斯的马戏，从俄罗斯来的。俄罗斯过来的，因为靠近俄罗斯嘛。然后对，那所谓的当代马戏啊，它其实就是用马戏的这个表演的形式，然后来诉说比较是当代的当代比较议题现代的，对，比较现代议题，它不一定是讲求技巧，不一定是表现它的技巧多难度，可能是它是对这个当代的社会、当代的一些事件，它有一些形式，用这个作品来表现对这个社会的关心，然后还有这个当下社会的气氛，对，像我的作品就有一些议题，如果你还在这个，就有一些问号，说到底是谁还在啊？对，这是一个我想要表现的一个用马戏元素来表现我心中想要说的话，所以这个比较是当代性。是，对，难怪我们可以看到你们的演出都是在剧场，所以它等于算是一个剧场的创作，另外一种的创作，所以叫当代马戏。然后融入了一些你想要关心的社会的议题也好，对，甚至你们两个的结合，就是譬如说台湾人跟法国人的结合，然后一件事情，台湾人怎么看，法国人怎么看，透过我们当代的马戏来。衍生出或表现出你们想讲的。对，我懂了。不然我一直还想说，哇，这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对。不过呢，这个因为等一下还有时间，我会觉得很特别，是因为你们两个啊，就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你又是客家人，我就很想要考你们客家话。所以等一下我们回来会考一下你们客家话，好不好？可以吗？好，没问题，可以啊。你会讲客家话吗？考客家话还要考一下杂耍。我们这样子啊，互惠好了，就是我考你客家话，然后你考我杂耍，好，可不可以？这样好。等下阵来哈，用啥东神七，用版型教用啥讲客家话，一 V 係苗栗客家人，一 V 係法國人。我不講客家話，不過我不會雜耍，就要請他們教我。所以等一下回來很精彩，不要走開，我們待會見。粉养，哎呀，好厉害啊！欢迎收看《福气来了》。我们要有一个最后，你知道有一个秀，你知道台湾最爱秀这样。对，哈，来，你要这样，来，呛槽，请坐。好，太可爱了，来，请坐。好。不想转到福气来，我好像第一次福气来了是这样子，就是从外面出场哈。再次欢迎我们原剧团的2位导演，第一位林正宗林导演，谢谢主持人，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林正宗，刚刚是我的新的作品《如果你还在》的表演的片段。是，另外一位导演是陈新乐。好，你好，大家好。我刚刚那个用的不是我的作品的小段是林正宗的哈，分得很清楚哈。这个就是明天要演出的这个，如果你还在的其中的片段，但是明天不是演这个，里面会有吗？会有。干嘛讲出来？你就让大家猜就好啦。刚刚的演出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家看似很简单，而且你要想好，你刚刚那个竹子它其实是扁担的感觉，对，这是你发展出来，也是这一次如果你还在的作品里面很重要的元素，对不对？对，竹子，然后那个球呢？这个球就是杂耍的球，专门杂耍的球。这个跳脱我们以前在耍球的，对。然后但是我们用的是有一个
元素接点，而且利用你们的身高差，然后让那个球可以自由的滚动，然后再加上那个流动的感觉，是很特别的。是哦，好，那既然作品做得那么好，来到我们客家节目，一定要教你们讲几句客家话，我要考你们哦，可以吗？没问题。可以哈，可以。那我们待会也考主持人。哎呦，杂耍。现在这样子好啊，我接受，我接受。我们很简单啦哈，就是第一句是大家好，我们是原剧团。我们一句一句来哈。大家好，大家好，你係演劇團。演剧团。对，原剧团叫演剧团哈。来，我们一起来一次哦。大家好，大家好，你係演劇團。演剧团。哎呦，这样以后你们去客家庄，你看你明天去表演，就是大家好，你係演劇團，就听起来很有气势哈。然后这个剧，这个作品名称一定要学会。好，如果你还在，其实客语叫卡斯尼喊财。哦，卡斯尼喊财。哦，卡斯尼喊财，有没有很像法语？其实，卡斯尼喊财，卡斯尼喊错。对，然后再一句哈，欢迎大家来看戲。欢迎大家来看戏，欢迎大家来看戏，有点难。欢迎大家来看戏，对，谢谢就很重要了。按字 C 就是谢谢，或按字 C 对，或什么你，按字 C， 这样可以啊。哎，其实有过关的，不过自己的名字也很重要，好不好？林真总，乃黑林真总，对，然后乃黑就是我是，乃黑陈醒了，有没有？很酷吧？好，所以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明天去到客家庄，大家好，这一定要学会。按字 C， 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就大家好，按字 C， 预备开始。大家好，按字 C。我怎么觉得我好像真的在教外国人讲客语啊？好啦，你要考什么？我这边有球，我们不如就用球好，谁教我？你教我，你真来，好，来都可以，那不要太难哦。好，那我们很简单，就是把球顶在头上就好。球顶在头上，对，球顶在头上很简单呐，这样就好啦。没那么简单，好，就是要一住。你会吗？新乐，我不会，你不会。哦，那我是哈哈哈。好，我来试试看，好不好？站着会比较好做，站着比较好做吗？各位觀眾朋友，真嘅冇練習過，我來咯。如果失誤的話，可以重來。球要跟頭高，球要跟頭高，對不對？對，差不多到球。再一次。可以過關嗎？可以的。我也可以去表演。這樣子也可以，是不是？再教我一招。哎呦，然後你的手看這個畫面，手放掉，亮相。嘿，哇，可以嗎？老師？可以啊。我還可以嗎？你有時間嗎？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練習？我可以，我希望我可以。好，這是我的初體驗吶。我覺得。有時候好玩就在這裡，對不對？特別是當代馬戲，特別是雜耍這件事。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說，你們兩個是怎麼認識的？我剛剛一開始都沒有問到。對，你要來講一下你們相識的過程。哦，我們認識，我們2009年開始，2009年的時候認識的。對，是我去看一個法國的國慶的演出，在台灣。在華山嗎？我記得那個活動還蠻大的。對，就每年法國國慶，台灣都會辦一些法國國慶慶祝的活動。然後我就去看演出，剛好看到他在現場表演雜耍。因為這個時候我沒有，
聊天一下下，没有特别强，就是就只是聊一下天啊，但是你你的电话留给我啊之类的。你一定觉得怪怪的，我记得你想要干嘛，对不对？那时候你只是觉得他只是可能来看你表演的很多人的这个时候其中之一很忙，好多人，然后对，所以我在表演，所以我没有特别时间，然后他很害羞，然后后来在蓝玉节，我在蓝玉节表演，他去看。我在那边那个表演那个是7月，宜兰的兰屿节，宜兰在东山河然后清水公园那边。然后你又去看他吗？还是对说？对对，因为我们第一次碰面的嘛，就电话联络，你在哪里表演，我再去找你。对，就这样就这样渐渐的认识。然后你那时候一开始知道我们的正宗会杂耍吗？他有给我看他的球，然后对，你有笑他吗？有一些互动，你有笑他吗？你有没有？你说实话，一开始有没有笑他？有，对不对？想说有可能这个在我这里是小 case 啊，有没有？一开始有没有？因为我知道新乐一开始在法国，他就是很知名的杂耍的表演者嘛，对不对？你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嘞，是什么感觉？因为我觉得尊重的什么态度。的态度，他的想法是跟有他的杂耍里面有感觉，有意思，有热情，有热情也是。可是因为每个动作每个杂耍动作是要，因为我们有一次要讲话，所以很蛮了解我在做的表演，所以后来他有请我在台北上一个。什么马戏社？马戏社，学校的社团在学校的社团，在戏剧学院那边，所以我从那边开始在戏剧学院学，我们就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啦，或交流，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学习。每个礼拜联系我给他们看那个我学到的新的方式杂耍，用弓箭，用身体，然后就是不要最厉害的动作，厉害就是呼吸适合你的动作，在你的人会光，简单来讲就是要自然的散发出来。就是我们有一些，我们原本学杂耍是一直在追求技巧要很高，然后要丢很多球。但是我们跟他学习、跟他交流之后，我们发现不是只有单纯的丢球，身体有很多的可以结合的，就慢慢的刺激，慢慢的引发自己的思考，才慢慢的有阻止这个东西。对。那来看我的，如果你还在的作品，也会有很多对于原本对马戏团的那个想象。对，就像我一开始问你的，在我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会打破一些既定的对马戏的想法，就是颠覆一下。对，然后你们也会看到我们台湾过去的一些历史，跟现在当代的社会的一些议题，我想要表现的东西。所以是很有趣的，就是说，除了视觉上的享受之外，还有我们感官上，还有心理那一块。最重要的是，我刚才问郑中，我说你们现场的音乐其实还是 live 的，对不对？你请到的也是老师吗？对，就是我基本上都是我们合作伙伴，已经合作很久了。他们也有在教课，也有在教音乐。对，是2位音乐家的合作，也不是单纯一个音乐家作曲，是2位不同的领域的，是他们2个去沟通、去协调、去，而且他们还很了解你们的表演，对，然后知道你们要表达的东西，才可以用音乐也好。或者是说你们表达的东西也好，结合之后，包括你们的杂耍的技巧，然后带给观众全新的感受。对，哇，我待会排练好多次啊，真的哦，对，要排练好多。你有没有觉得台湾人真的很厉害？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就非常的执着跟认真。有，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你在老师身上，新乐老师应该是说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又是可能在你过去的经验里面不同的东西。对不对？对。那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2个又继续要擦出什么火花呢？谢坤哈莫这块，我们待会见。
哇，冯养生、冯一磊，大家看到的样片有一种迷幻的感觉。今天来到现场的呢是明天要演出的原剧团的2位导演，冯养，欢迎你们。刚刚的影片应该我没看错的话是新乐，对不对？对，是新乐的作品。新乐跟你的法国朋友的演出，没错。这个是什么时候的演出？10月1号在台北北门邮局，北门邮局白昼之夜的活动，好特别哦。而且刚刚我没看错的话，影片中有这个球吗？没，这个球可以做一个什么简单的演出吗？哇，好酷哦！我只是怕它爆破而已。正中你可以接手，有一个互动吗？可以，来哦。那你要给我吗？对，给主持人哦。好了，给我了。好啊，这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透过一个很简单的事物，会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特别又加了这段表演？这就是要回到一开始我们讲你们2个的关联，对不对？我知道正中一开始的时候，你不是科班的，是后来你发现你很想要特别去做表演，很晚才出来，就是了解自己要重新学杂耍这件事。对，基本是高中毕业之后，就是大概18岁以后，所以我才去读台湾的戏曲学院。是，对，然后这大学的期间才开始练杂耍，然后研究所就读台艺大，台艺大的戏剧系，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这过程其实很辛苦。对，因为起步比你要晚一些。对，晚一些。但是我对于这个当代马戏的创作，我是蛮执着的，对，然后也有一些自己从我传统的生活、传统的一些，就是小时候的生活的记忆，去引发一些这个每个作品的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对。那新的更特别了，你在法国，你本来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你到了台湾，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台湾？特别喜欢台湾，因为我知道你从法国来到台湾，这中间去了很多国家，对不对？有，我听是在台湾，我觉得还蛮适合，我是在我的我的生活中是一个可以安定下来，然后再重新创作。因为我是11岁。开始杂耍，对在我叔叔家，我是有教具开那个一个教具，里面有球学到很快，然后就是一次练，到我去专业的当代马戏学校，好多，然后跟真的艺术家一起合作，然后20岁已经在那个这个最高的最厉害那个马戏世界跟大家一起表演。对。然后这个我就离开，因为太年轻，我想看你想看更多世界，然后我要设计慢慢的开做啊，所以我就学到木工，然后2年就去到亚洲。木工。对。木工，因为跟马戏团也有关系，我会做那个马戏团，我会办马戏团传统。那我去蒙古，我去大陆，我去韩国、日本，没有用飞机日本到台湾用飞机，好的朋友在那里，这里跟我法国人，就像刚刚演出片段里面也有法国的朋友嘛，对不对？他在看表演，在看表演。那后来有认识我的老婆，然后有在结婚。对，跟那个当代现代舞合作，有跟剧场有跟剧团一起合作，我是这里还蛮开心。那你在这边呢，就是你从法国到这边也看过那么多国家，你觉得在台湾这样子的表演，你觉得那个在你心里来说那个差别有没有什么落差？就是你在法国的演出，或在各个国家演出，到现在来台湾跟正宗的合作，你觉得？我可以说，因为在法国当代马戏，已经有25年才开始了，在台湾可能是几年，还是这3年而已开始，是我们慢慢的改变。现在很多人想做跟在欧洲一样，这些
用马戏，然后给客人的感觉就是有互动，比较特别的，比较不会有像以前有距离。譬如说以前我们看都是好像有点距离感，就跟你们比较没有什么可以亲近的机会，比较艺术。对，也比较艺术。然后我也比较好奇，就是说今年2016年你们也成立了，刚登记成立了原剧团嘛。那我想有很多人可能因为你们各自的粉丝，然后现在慢慢聚集了，有明天的戏。你们看到这么多人在看你们的演出，跟着你们成长，你们有没有得到很多的感动？郑总，有蛮多的，就是虽然看能够进剧场看买票进剧场看我们的演出有限，观众很少，对，但是我们一直在持续在开展一个比较是当代马戏的剧场的创作，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少观众对我们的回馈已经是很感动了，然后他们愿意进来，然后会给我们一些意见，对，然后甚至有一位算是我的朋友，他是专门写剧评的，是他看到我的《如果你还在》的作品，他觉得我的作品不是那种追求西方的杂耍，然后也不是也不是很传统的杂耍的，而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开创一个台湾新的杂耍形式，对，是，他就觉得这个是，虽然我们都还在实验当中，因为做作品就是慢慢的发展嘛，才会到一个成熟作品嘛。对，他就看到，觉得我们很，就是一群人可以很为一件事情而努力，对，而努力，而去开创一个新的天地，而这些东西是。以前像滚这个东西都我们自己发展出来的，没有老师教我们。对，所以这是你们得到的感动。特别是我觉得像新乐啊，他特别从就是法国来到这边，我觉得人的缘分是很特别的。你们可以因为这样在台湾创造出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文化风格，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先驱者。当然话是这样讲，因为。刚成立的剧团总是比较辛苦嘛，对不对？对，非常的辛苦。我必须要替很多为这些艺术付出心力的人跟你们说声谢谢之外，你们有没有特别碰到什么困境？我是另外一边，我在送街头认识台湾的观众，我在华山中华圈中心每个礼拜6日下午表演。对，那我那个观众遇到好多了，可能好几百万的人，所以台湾的观众很习惯，我希望有一些回应他们的回应，很多次是没有声音的。哦，我懂了，很多有意思，就可能不好意思。对，有每个人是有没有声音，可是我可以听得到在那个人的里面要讲那个要开心，然后慢慢的他们会放松忘记，然后一起的很开心的一些很兴奋。我觉得蛮有趣。每次去表演，我知道我会放大这些观众，我还蛮喜欢，而且就会特别有能力继续表演，对不对？好啊，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因为明天就要演出了。最重要的是，我爱龙洞都朋友向前讲，按好看的戏，按好看的作品，UN 这个客家的子弟，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啊？客家的子弟，明天要回到苗栗，再讲一次，明天几点？7点，在哪里？通宵演艺厅。是的，通宵演艺厅，我们没有聊完的，希望下次聊之外，我们也希望大家进剧场，给他们最大的鼓励，跟他们说，我就是看福气来了，来看看你们呐，好不好？希望你们很快来啊，新的作品，然后希望原剧团能够持续，就像这个剧团的名字一样，圆圆满满，长长久久。有空回来。好吧，再教我杂耍，我教你客家话。OK， 祝你们演出成功，好不好？谢谢。時間過當嘅好，到拜主持節目時節讀到當到，丁人生路途中啊，無窮樣嘢，遇到為自己生活，為自己文化，為自己藝術的加油。希望大家天光日一定要看戲哦，不要走開，我們來運動一下。